主后2025年6月11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勇敢站出来。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使徒行传》第5章12节到42节。使徒伫民间行真侪新耶奇事，信徒拢同心合意，伫所罗门走廊聚会。门徒拢真尊重因，毋过毋敢甲因接近。信主的人一直加添，男的女的拢真侪。有人将病人囥伫眠床也是床铺，扛出来下伫路边。伫彼得经过的时，通互伊的影淹着。阁有规阵人带破病的，以及互邪神苦楚的人，对耶路撒冷周围的乡镇聚集活来，因拢有得到医好。大祭司以及甲伊共党，就是撒都该派的人，对使徒满心怨妒。因下手掠使徒，甲因关落监。迄暝，主的天使拍开监门，甲因带出来，对因讲：“恁去，徛伫圣殿，将即个赐活命的信息，全部对民众宣讲。”使徒听伊的话，天要光的时，入去圣殿教示人。大祭司甲伊共党的人到位，就召集所有以色列人的长老开会，然后找人去监狱带使徒来。守卫到的时，发现使徒无伫监里，就倒来报告讲：“阮发现监房锁条条，看守徛伫门口，阮一个开监门，内面拢无看到半人。”圣殿的守卫官甲祭司长听到即个报告，毋知代志会安怎演变，就真着急。迄时有一个人来甲因讲：“恁甲因掠去关伫监里遐个人，现在徛伫圣殿咧教示民众。”迄个守卫官甲伊的部下就去甲使徒带来。因无用暴力，因为惊民众用石头甲因钉。因带使徒入来，互因徛伫议会面前。大祭司就甲因审问，讲：“阮有严严禁止恁，毋通奉即个名教示人。恁颠倒将即个道理传遍耶路撒冷，想要将留即个人的血的责任归互阮。”彼得甲其他的使徒应讲：“阮着顺服上帝，毋是顺服人。恁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咱祖先的上帝有互伊搁活。即位耶稣，上帝高举伊坐伫家己的正边，做首领，做救主，通互以色列人反悔，罪得到赦免。阮是遮个代志的见证人。上帝赐予顺服伊的人的圣神，嘛为着遮个代志做证人。”议会的议员听到遮个话，非常生气，爱要杀因。毋过，因中间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叫做加玛列，是众人尊敬的律法教师。伊徛起来，吩咐使徒暂时出去，然后对议会讲：“以色列人，恁要办遮个人着真谨慎。以前杜达起来，自称大人物，约有400人缀伊。后来伊互人杀死，所有缀伊的人拢四散消失去。后来有一个加利利人犹大，伫户口普查的时出现，带一寡人缀伊，伊嘛互人杀死，缀伊的人拢四散。
但关系即项代志，我甲恁讲，这人恁毋通插出在因去，因所计划所做，若出伫人，一定会失败；若出伫上帝，恁就袂当甲因消灭，惊了恁煞甲上帝做对头。议会接纳伊的意见，因叫使徒入来用鞭甲因拍，命令因袂用得搁奉耶稣的名讲道，然后放因出去。使徒离开议会，满心欢喜，因为因互人看做话堪得，为着主的名受凌辱。因逐日伫圣殿甲真家厝继续教示人，传基督耶稣。勇敢站出来，使徒施行真济新约奇事，信徒同心合意组织，信主的人哪来哪济。大祭司和当地的撒都该人非常嫉妒，因为安尼下令甲使徒拢关入监牢。但是主的天使拍开监门，爱使徒去圣殿传讲新生命的道理。使徒并无因为大祭司的关系就惊吓，就算会受囚禁，也徛出来勇敢传讲福音。使徒虽然知影惹怒即阵当权者的结果，可能会互因丧失性命，但是因知影家己爱服从的是上帝，毋是人，所以因勇敢徛出来，干那讲上帝爱因讲的话。当当时，除了使徒因勇敢徛出来传讲上帝的话，也有一名叫做加玛列的法利赛人徛出来发声。加玛列是一向受尊敬的律法教师，伊也伫议会中徛起来，用专业甲智慧的话语，引导迄阵愤怒的人往正确方向判断是非。这个使徒甲加玛列的共通点，是因伫危险的情境中选择勇敢徛出来，表达因所爱讲的真话。无论使徒还是加玛列，因当下的选择拢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真侪时阵，人会因为惊面对冲突、惊受连累、惊受伤害等等，最后选择沉默。马丁·路德·金恩是一位美国牧师，也是社会运动者和非洲的民权运动领袖。伊伫1958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分享自由：蒙哥马利纪事》，记录美国、非洲的人士争取平等甲人权的历程，以及伊的信仰反省。这本册中有一句常常受引用的话：历史将会记录，伫社会转型时期，上大的悲剧毋是歹人嚣张唱秋，是好人过度沉默。这是针对1950年代美国无公平的族群政策和种族隔离下的压迫所发出的呐喊和抗议。若用金门博士的这句话来看现今社会，也是教会中的无公义，咱会安怎面对呢？伫面对大祭司审问的时，彼得和其他使徒回答：阮着顺服上帝，毋是顺服人。因勇敢辩护，因就是耶稣死而搁活的见证人。当议会的议员为这在大受气，想要杀使徒的时，加玛列甲因讲：假使使徒所计划、所行的是出伫人，一定会失败。
因所计划的所做，若是出伫人，一定会失败；若出伫上帝，恁就袂当甲因消灭，惊了恁煞甲上帝做对头。咱通清楚看到使徒和加玛列之所以会当勇敢徛出来，讲出符合信仰良知的话语，是因为因顺服上帝的命令。因必定明白，家己所讲的话，毋是出伫人的意思，是出伫上帝的意思。使徒就算因为传福音受压迫凌辱，心肝底却是欢喜。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这真无合常理。但是对明白上帝旨意的人来讲，危机受压迫的使徒，却是上有福气的人。默想，伫生活中拄着不公不义的事，我拢安怎面对？伫生活中拄着不公不义的事，我拢安怎面对？咱做伙来祈祷，公义的上帝，求你赐我智慧甲勇气，互我面对无公义的时，会当徛出来捍卫真理，袂沉溺诚侪罪恶的共犯。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